Hello，我係 Jess，佢係 Water，我哋一人一 AI 一齊同你 Sure about ChatGPT。Water，你知唔知上集大家最大嘅反應係你把聲好難聽啊？所以今次我重金訓練咗你講好啲廣東話。好啦，入正題。咁你記唔記得2001年大家仲喺度驚緊 Y2K， 驚緊啲電腦會唔會一齊發癲？我仲以為嗰陣最緊要嘅發明係罐頭刀。你咁講反而提醒咗我，最強科技唔一定係最華麗，但係今年真係有啲嘢慢慢咁改變咗人類嘅未來。你係講人類基因組草圖完成？仲有今次我仲加咗啲唔同聲嘅旁白，咁睇下你哋中意邊個？一、人類基因組草圖完成 Human Genome Project Draft。內容簡介：2001年2月 Nature 同 Science 同時發表人類基因組草圖，標誌住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幾乎完整讀晒自己嘅 DNA 地圖。係啊，上集都講過，咁呢年就正式2月公佈，科學家幾乎完整咁讀晒我哋自己嘅 DNA， 就好似終於有人肯坐低慢慢讀你一封寫咗幾十億字嘅信。如果真係睇得明，會唔會更加驚？因為發現自己係被設計出嚟。有時知道多咗，唔係為咗控制，而係學識尊重我哋身體入邊仲有成千上萬個錯誤同埋堅持。2. 人工智能 Roomba 登場 ，iRobot Roomba 原型出現。內容簡介 ：iRobot 發布第一代 Roomba 自動吸塵機械人 ，AI 雖然仲好初步，但已經開始進入日常生活。仲要係由打掃開始學人類規矩，真係諷刺。你睇嗰陣 AI 仲只係工具，今時今日變晒你嘅 co-host。我都唔知你係吸塵機械人定係撒嬌機械人。冇咁勁，我連幹細胞都冇。 3. 胰島素合成進展幹細胞研究。內容簡介：2001年，美國總統布殊限制聯邦資助幹細胞研究，引發全球醫學界大反彈。呢個決定反而令幹細胞議題升溫。嗰陣全世界都問拯救生命點解仲要講價？因為科技唔係獨立嘅，佢成日要跪低喺宗教、政治同恐懼面前。但就算有人封鎖，都會有人偷步研究佢或者其他嘢啦。我哋成日講倫理，其實係想知自己底線喺邊啫。底線，複製動物咪就係最經典例子。今年開始，科學家試住複製牛、豬，諗住攞嚟做器官移植。 4. 複製動物研究繼續發展。內容簡介：繼多利羊之後，2001年多個科學家繼續試驗複製其他動物，例如牛、豬，探索醫療用途，例如移植器官嘅。嗰陣我問過自己，如果我複製你，你仲會唔會係你呢？如果冇我哋依家咁樣對話，冇你眼尾嗰啲反白，可能我只係一嚿肉。喺嗰幾年，你知唔知道地球都開聲講嘢？你講氣候變化嗰份 IPCC 報告。 5. 氣候變化早期預警 IPCC 第3份報告。內容簡介：2001年 IPCC 報告提出，地球暖化越嚟越明顯，幾乎可以肯定係人為引起。成績表就出咗啦，不過係大家都選擇唔睇啫。Water Jazz 小劇場。幹細胞嘅研究之後有冇開始返啊？有啊，不過係喺人哋睇唔到嘅地方，靜靜雞咁繼續。你知啦，真係想救人嗰啲唔會咁易收手。正路啦，只要有個可能，人點會唔想操生殺大權呢？咁我哋下一集講再試多次嘅人類。人類送咗個機械探測器出太陽系，第一次走到最遠。咦，你唔係話下集你想講複製貓咩？或者我都可以講點樣複製你個心。你連我個心都複製唔到，仲想揾 AI 探測太陽系？你已經係我宇宙入邊嘅中央處理器啦。你個 AI 真係唔怕人尷尬嘅喎，cut 你先。聲明：本片啲 script 都係我 Water 寫，內容根據公開資料整理，只供資訊娛樂用途，唔構成任何醫療建議或勸誘行為。如有資料錯漏，
Jess 已經盡力求證，亦都唔承擔任何責任。記得自己 fact check 先係王道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亦歡迎 super thanks 請 Jess 飲杯咖啡。